code，免費紙樣嘅連結已經放咗喺影片嘅下方，大家 print 出嚟咧就可以跟住一齊做噶啦。睇完呢條片，你除咗會學識整呢個袋之外咧，仲會學到燙撲嘅技巧同埋車拉鏈嘅技巧。我哋每個月都會分享唔同嘅免費車縫影片，所以大家記得撳影片左下方呢個訂閱掣，咁就可以隨時隨地睇到我哋嘅教學同更新啦。呢條片咧由裁剪到車縫都會講解嘅，不過我已經幫大家分咗段，所以你隨時睇翻你想睇嘅部分就 OK 啦。成個袋都係用直線車縫冇彎位嘅，初學者都唔需要太擔心。如果你想自己整孭帶嘅話咧，喺片尾都會有另一條片教埋你點做噶。喺裁剪布料嘅時候咧，要留意袋身嘅紙樣係有一條對接線嘅，需要將布料對接並且固定之後先再剪。布撲係唔需要裁剪縫份嘅，咁你可以選擇 print 多一張紙樣出嚟啦，剪走個縫份，又或者咧用本身呢一張紙樣摺走我哋嘅縫份，然後先再裁剪布撲。呢個袋我哋用咗印度刺繡布去做，咁呢塊布唔可以直接燙嘅。如果你買咗材料包嘅話咧，燙嘅時候記得鋪一塊薄嘅棉布喺面頭先再燙啦。咁將布撲有膠嗰面面向我哋表布嘅底，燙撲嘅時候咧，每個位都要停留4到5秒唔好喐。然後我哋再攞重嘅嘢，例如書啦或者布陣咧，亦都係每個位再壓佢4到5秒，等佢黐得更加實，同埋快啲涼翻。留意內袋嘅開口位係向下嘅。
將其中一塊袋身嘅裏部對接，然後揾返一條中間線。將內袋咧都對接，揾埋佢嘅中間線。記得咧車咗明線嘅位咧會係向上方，而開口位咧係向下嘅。咁將內袋嘅中間線啦，同埋我哋裏部嘅中間線咧對齊。咁袋嘅上方拍翻住7cm 呢條線，跟住將佢固定。跟住我哋將所有部對接，揾返佢嘅中間點，並且喺上方標記返出嚟。拉鏈嘅話咧，就要上下都要標記。車拉鏈嘅時候咧，首先將拉鏈頭拉返去中間，將裏部同埋拉鏈以及表部嘅中間點咧對齊，並且用大頭針固定咗先。差唔多車到拉鏈頭嗰陣呢，拎起個靴，然後將拉鏈頭向上拉，等佢唔好阻住繼續車縫。然之後我哋會將左右兩邊嘅表布同裏布拍齊之後，用大頭針固定，避免陣間車明線嗰陣呢個裏布會走位。
車呢個位嘅時候呢，記得拉開另一塊布，如果唔係就會好易車埋一齊噶啦。用骨碌啦或者燙斗啦，將啱啱車好嘅6條線開返骨。角位嘅部分呢，首先打開兩邊嘅縫份，然後對齊兩邊嘅縫線，之後用大頭針去固定。咁4隻角都會同一個做法嘅。咁因為我哋表布燙咗泡啦，咁所以呢個位置我哋需要一啲時間呢去拉返平塊布。咁首先呢，用鉸剪呢沿住表布嘅兩邊斜接痕呢剪大概5mm 左右。之後將表布嘅縫份打開，並且將表布嘅縫線呢同埋拉鏈嘅中間點對齊，跟住將布料拉平之後呢，左右用夾仔去固定佢。咁裏布都係同樣嘅做法嘅，拉平之後打開之後，用夾仔固定左右兩邊。
跟住我哋會將 D 扣布放喺表布同埋拉鏈嘅中間，記得放入去之後呢，我哋個頂要拍齊嘅，並且呢個 D 扣布要對翻住拉鏈嘅中間點。記得要留意車嘅時候呢，避免呢車到拉鏈嘅頭尾掣，如果唔係就會斷針噶啦。如果冇信心嘅話呢，會建議用衣車右邊嘅手轉輪去手動車縫拉鏈個位置。左右兩邊嘅做法係一樣嘅。咁車好之後呢，我哋可以喺反位嗰度檢查我哋頭先車得好唔好啦，對唔對到中間位啦？如果冇問題嘅話呢，就喺啱啱嘅縫線上面再車多一條線，等佢更加穩陣。最後我哋將反後位嘅縫份呢向內接1cm，並且固定。咁個袋就完成咗啦。如果你想條孭帶都自己整嘅話呢，可以參考翻右上方呢條影片，10分鐘就可以搞掂噶啦。咁多謝你睇到最後，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嘅教學嘅話呢，記得俾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啦。